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台湾香港协会的理事长桑普先生来到西藏之声。桑普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桑普先生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从香港出生，现在在台湾居住，也是台湾国民。那同时我也是一个离散的香港人。那我在非常感恩香港这个地方给我中小学的教育，也是在台湾完成那个大学的学位，在美国跟中国也有读书的经验。那我也在香港呢当上那个商务律师一段长期的时间了，将近20年的时间。那我也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那所以当时候呢，无论是在文章、在广播、在街头去那个呼唤和平、非暴力的一个运动啊，包括从雨伞一直到那个反送中，我们都是在前线看得到很多示威者在牺牲。那我看到那个国安法2020年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挣扎，究竟要留在香港，还是说要到台湾来？那我选择到台湾来继续能够发表我的言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香港的状况，也是能够跟所有被中共压迫的所有的民族能够站在一起，包括藏族，包括藏人，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在一起连成一线，对抗中共集权政府。那么你目前呢担任这个台湾香港协会的理事长，那么可不可以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协会的宗旨和使命？是，我在2020年9月的时候创立这个台湾香港协会。台湾香港协会的目的呢，希望达成有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保存香港的文化跟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习惯，同时也是促进港人融入到台湾的生活。遇到一些制度性的、法律性的问题，希望可以跟台湾政府互相沟通，同时也是紧急救助很多从香港紧急转移到台湾来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一方面能够好好读书，一方面能够安居乐业。那所以很多事情也会跟台湾本国的同道、其他的社团法人，就是 NGO， 还有跟在全球各地的 NGO 连接在一起，能够推动一些跟台湾对香港有利的问题。台港同行，因为是共同的核心价值，共同的民主的理念。那也希望这一些理念可以在台湾继续发扬，香港人的声音能够在台湾呢，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让我们的语言，让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一直以来很多的回忆跟我们的传统能够保留起来。那这个透过不同的活动，尤其比方说有一些 bazaar， 就是一些市集的举办，也比方说年轻人的一些夏令营，让他们了解台湾的状况，也比方说跟政府之间一些关于政策方面的沟通，我们都会持续的去进行。那也希望说彼此能够共荣，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我也知道说这个是我在台湾做的一个小的事情，在全球各地啊，无论在英国、在美国、在加拿大，也有很多，还有澳洲，还有日本，很多同道都在做类似的一些情况。那我希望这一些我们都会定期或不定期互相碰面交流经验，希望也跟国际的同道，包括藏人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就是说，你这次来到了达拉姆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那么你看到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的感受是有很多的新的元素启发我思考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看得到非常难得，因为那个尊者达赖喇嘛的宗教信仰的力量，那他从1959年离开雪域来到这个地方，也让很多藏人跟随他来到这个地方。我从跟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会议接触，看得到达赖喇嘛在藏人流亡藏人的心目中的
非常崇厚的地位，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精神的领袖。那同时，从2001年开始，达赖喇嘛从政治上退休了，那是藏人行政中央经历一个民主的一个转型。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在藏传佛教跟社群里面一种政教某种程度上的分离。这个并不是信仰跟世俗的分离啊，从来没有。是说那个就教团或者西方说 church 啊，那就是教会，但是西藏是那个可能是我们对于那个法王啊，跟我们的那个施政，我们的那个议会啊的那个分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大家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对于比方说对于中间道路也好，独立也好，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发觉到其实彼此的共识还是一致的，是对于达赖喇嘛的尊崇，对于藏传佛教的一个尊敬。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世界上有非常少的民族有像这样的一个经验。比较像的，可能也不一定一样的是以色列的情况，因为他们有犹太教，那他们维系着一个这样的情况，全球的犹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信仰。那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地方凝聚藏人的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看得到无坚不摧。那我也跟那个有关不同的组织也会面哈，那发觉到有全世界居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 chapters， 不同的那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藏人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人数在全世界不会很多，但是那个凝聚力这么强。有时候我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一个信仰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香港人未必拥有这么好的条件，但藏人却拥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藏人大家要珍惜啊。无论是达赖喇嘛现在在世，还是说在以后的时代，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人间嘛，那希望这一种信仰的力量不会摧折，也不会被中共的很多文攻武吓、不断的认知作战所那个摧毁，团结在一起，有什么样不对的，希望进入到藏人这个框架里面去讨论。而这个想法是非常感动我，而且他们很多的那个会议里面讲到一个字叫 common ground， 就是我们除了藏人的问题之外，对于港人、对于缅甸人、对于那个甚至是其他受压迫的东突的朋友们，维吾尔人南蒙古人，或者说没有受到中国统治的台湾人，我们共同受到中共的文攻武吓的威胁。那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交换讯息，能够彼此之间能够协同合作，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议题。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议题的？应该是这样说的。我是对西藏议题的关注，是我在那个台大念书的时候，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因为我有读法律跟哲学2个学位嘛，那哲学一定会讲到佛学。那佛学的话，我发觉到，佛教的缘起当然大家知道是印度来了，那但是后来传到西藏，发觉到这个藏传佛教在西藏这个Tibet 的流布是非常的纯粹，而且是忠于那个原始宗教的一个意味。反而你到了那个中土之后，那个汉传佛教它渗透到很多儒道的因子，甚至法家的因子在里面，形成非常怪异的现象。你看现在的中国，你看少林寺，你看那些所谓的高僧，他们在寺院里面要升起那个5星红旗唱国歌的，是非常诡异的。反而我觉得藏传佛教这个重点还是说维持着这个不同教派的共荣，而且这个对于尊者，对于那个尊者的这个达赖喇嘛的那一种尊敬，到现在还是存在，而且那个不是个人的崇拜，是一种叫做信仰的力量，是你对于那个宇宙怎么构成的一个想法。尽管我未必是一个藏传佛教徒，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让人觉得说是一个世界稳定跟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也是我们多元文化的其中一种。那么我们都知道，香港被中共接管以后，
自由与民主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中共即使不惜牺牲香港的金融地位，也不愿意放松对香港的高强度管控。你觉得中共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他在害怕什么？4个东西哈，一个它是防止香港离心的力量，因为你看到从2010年开始，香港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出来了。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的时候有那个鱼蛋革命啊，那之后有那个本土派的兴起，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2019年有反送中，2020年的国安法，今年有那个23条立法，这些你看得到年轻世代的冒起，而且对于香港这个地位要寻求真正的自治甚至独立的声音越来越高。那而且他们要命运自主，摆脱中共的钳制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又看得到香港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还是有那个一国两制的幻想，那到后来慢慢觉得一国两制走样变形。这个走样变形不是示威者导致的，是执政者导致的整个变形。我们反抗，我们试图用和平理性的方法，议会路线走进议会，发觉它改变规则。好了，你想去争取民主的普选，写在基本法的，他都不答应。我觉得香港的基本法就是一个呢，中共的另外一个骗局。1951年对西藏有这个17条的协议。那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12条也是一条这样的一个东西。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就是一个详细版本的17条协议。最后骗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会收回去。因为为什么不是收回去，就完全专门说接管收回，其实侵略跟征服跟并吞，这个侵略跟征服跟并吞其实是一个集权政府必然的事。一个民主政府是内聚的，那集权政府的性格是外扩的。那这个外扩的一个集权政府，对于那个香港的染指，可能只是他征服全世界的其中一个环节。那最近台湾总统赖清德讲到这个中共为什么要对于台湾这么的严厉，说是一个领土完整的问题，对西藏。我引申一下，就对西藏也是觉得是领土完整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假的。他说，如果你真的为领土完整的问题，爱魂条约1858年失去比台湾大几十倍的土地，为什么你不去收回呢？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各让那个海参崴这么大片的土地，为什么你不跟普丁去要回来呢？所以他并不是领土完整，他要的是挑一些地方来征服。那对于香港来讲，第一个是怕香港离开，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怕民变，因为香港的那个示威的模式是被很多地方仿效的。我看缅甸的情况也是模仿香港的，甚至你看台湾有一些示威也是模仿香港的，就那一种勇敢的模式、激动的模式，是共产党很怕的。那现在中国经济那么差，1/5的公务员拿不出薪水，过半的毕业生拿不到职业，而且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失业率是盖牌不宣布，然后整个国家外资撤退，里面的东西躺平的躺平，内卷的内卷，45度人生。那你看这个情况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民变的因子，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得到启发，他要镇压香港，因为他不要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例子，被中国14亿的人民去模仿。第三个原因当然是政变了，因为共产党也不是铁板一块。那如果说有些反对习近平的势力，低级红高级黑，现在说习近平好话，第二天就说可能后面有阴谋诡计，就利用香港当做一个杠杆一个谈资来达成他的目的，他就尾大不掉。那第四个原因当然是外面的了，就是说外国势力的干预，他要香港完全变红，把外资不惜一切赶走，好像刚刚你说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他都不要。共产党根本是不要钱的，他要的是权，权力就是一切，他有权力才有一切，他没有权力有那些钱，管理10亿、20亿都没有用。
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说毛泽东可以推行1958年到61年的那个三面红旗大跃进，他是不惜一切摧毁整个中国经济的。文化大革命10年，甚至是89年6·4大规模的屠杀，摆明是要重创中国经济，惹起西方的制裁，他在所不惜。他怕香港成为外国势力所谓在那个地方挑动中国的一个前哨站，所以他是真心想去把香港地方抹平，把香港变成深圳。同样的，吐蕃、西藏，他现在的管制措施就变成个大的监狱。那我很害怕是香港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的情况？我碰到很多香港朋友啊，现在根本出到路上不敢讲任何话，愁眉苦脸，公车上、茶楼里面都不敢说，李家超怎么样，习近平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要讲好的，不能讲坏的。这一种情况一直下去的话，会非常的悲惨哦。那先从这个地方开始，那如果说控制你的移动，那比方说香港是很小，西藏很大，比方说他不给你离开香港，离开香港可以，你要先拿到许可证，你才离开的。好像现在中国有些人是这样子，但汉人基本不会，藏人现在会啊。藏人现在你离开你的村都有问题啊，你要到拉萨都没办法。那香港会不会以后变成这个样子？是个第一个指标我们会看的。第二个，现在还没有做到的是那个封网，就是那个网络长城。香港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到外面讯息，但好像有个别网站封了啊。第三个是社会信用系统，就是全天候的那个天眼看着你之后给你评分，你低分不能买票。那这个情况在中国已经开始，西藏根本你连去买票的机会都不给你。那香港呢怎么办？而且我看维吾尔在那个中国叫新疆嘛，实际上东突嘛，他们的情况更糟糕，集中营过100万人在那个地方被绝育、被改造。这个情况，香港会慢慢走到那个地方。那我问到很多一些监狱的朋友，香港的监狱还设立一个再教育中心，专门帮他们洗脑，来去改造不同的人。所以这一种违反人性的政权，是非常的脱离我们对于善良、对于普世价值、对于藏传佛教，或者说对于一个基本正确的信仰的一种想法。那么就说，除了香港以外，就包括西藏，然后东土、南蒙古、台湾都深受中共的迫害。那你觉得，就这些地区呀，该怎么合作？就来应对中共的这种持续性迫害？对，虽然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我先说明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受到CCP 中共政权的一个非常大的迫害。那这个迫害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一点呢？第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温存着我们基本的善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我们人也不要陷入一个完全无神论，或者说一种完全没有天地的一种想法。我们知道天高地厚，宇宙中人类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渺小的情况下，怎么样去那个互相团结，在策略上互相澳援，尤其在资讯方面有什么样共享的地方，策略上面要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都要很务实的去进行。当然，我们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希望我们每个民族在我们在现在的时空里面，都希望能够争取自己的独立、自己的自主。同时，也要知道，我们就算我们的民主能够独立自主，只要有一个中共在那个地方，以前我们在小学就这个秦国嘛，就是古代秦国，这个强大而暴力的秦国在旁边，一个大一统而且天下主义的中国在那个地方，对我们是极大的威胁。这个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和谐共处是很重要。中国这个大的国家，你问我，基本上应该是
每一个省、每一个不同的语言区，它应该有自己的政府，甚至有自己的国家。那我们同时也希望大家也是去除中华文化里面传统一些毒素。中华文化也不是完全在那个地方等于零的。那任何文化都有它好跟坏的一面。但是你看到中华文化有些地方是非常经不起考验的，比方说儒表法理，即儒家为外表，法家为核心。而这个延绵2、3千年，中国的历史说5000年，哪有5000年那么久？有信史以来就是2、3千年，2、3千年的历史，基本上你看得到绵延着这样的一个了解。他们重视血缘，他们重视 DNA， 他们重视习近平最近讲的要有中国脸、中国心、中国味。这些事情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血缘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这个地方一定要去除。我认为说一个人不能够从小就被喂养一些囊奶，说我这个民族是全世界最优越的，我们有最好的文化，被人家打压了几百年，我们现在要雄起，要复兴，要伟大起来，要不只是站起来、富起来，要强起来。我们就跟随着习主席或者哪一个主席 X 主席都可以，总之跟随着一个领袖往前走就对了。他拿着红旗，他要我们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们民族就会伟大。这种想法会形成一个非常自大的情况。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上所有正统的宗教信仰都会让人家觉得谦卑内省，而不是说就是我们是最伟大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原点开始看得到血缘，然后服从于宗法制度，还有整个就是法家的一个前置的话，结果这个文化不改，这个糟粕不除，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难有真正好的未来。只有这个地方有经历了大的改变，观念上面的大的觉醒，我觉得才能够做得到。我看到藏人就跟汉人很不一样。那也不是种族的区分，汉人也有很多好的汉人但是我觉得文化的根基上面，藏人是扎根于一个超越性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力量让人体会到自己要克制，自己要了解，自己根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尊严的，但不是极大化的，也不是说你可以用自大的方式来去操作你的历史的东西。那中共豢养的那种唯物论无神论这种斗争论，或者说崇尚假恶丑，这个是有很大程度上跟中华文化或者汉文化本身的糟粕非常有关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文化的根本采取反省，然后才能够解套整个问题。那现在就这个国际形势就因为由于爆发许多战争冲突，所以大家的关注点就是说在暴力上面，就我们这些非暴力运动就是缺乏那种国际的关注。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说藏人应该怎么做，香港人应该怎么做，或者说维吾尔人应该怎么做？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大哉问我认为说我们做所有的民主运动，或者说我们的民族运动，本身也不是要为了抢镁光灯、抢大家的眼球来做的。有的事情是务实低调做，有成果，或者说能够维持那个温度就很重要。时势没有到那个地方，抢球也没有结果。但你的 resilience， 你的韧性，你的那个坚毅的精神，可以说是决定了你的成败。如果你一开始就是遇到挫折就没有人关心了，就是不管了，那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说，在未来的路径上面有一些地方可以说的是，我们要欢迎不同的意见，
寻求一个最大公因数，能够站在一起，能够在不同的民族当中互相合作，形成一些比较共同的策略。有一些策略是要自己做的，有些策略是可以共同一起做的。那可能探索一些基本的点，我举几个例子哦，比方说那个跨境的镇压、渗透、反渗透啊，反加跨境镇压，反那个海外警察站，反那个对于我们很多人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家属朋友的一种叫做就是要挟绑架。我觉得这些事情哦，不但是影响到香港人的，影响到刚刚你说的所有人的情况，甚至你看到台湾人就算没有在中国的统治底下，有些人到了中国也是被抓起来，成为一个叫做人质一样来去处理。这些跨境镇压、还有渗透、策反等等的事情，统战的方法，我觉得很多的人都需要有一个通盘的认识，而且对他的手段，对他的这个各方面的东西，会要互相的那个资讯的交流。那唯有通过资讯交流，才能够拆解那个有关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以前在那个我在读书的时候，要是等待东风的到来嘛，就是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因为孔明要借东风嘛。那借东风是什么东风？是说我们要好好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尊严，我们好好去赚钱。好像我觉得说也很建议藏人的有更多成熟的资本家能够走出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力量，能够很多的政府很多事情不是以引进外面的援助，而是可以自己自发的，能够形成自己的组织跟金钱的力量。台湾就是很雄厚，香港某种程度上也是蛮雄厚，但是我相信藏人这个地方如果努力，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努力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有这个力量之后，就可以说等待东风到来。我们保存自己的尊严，可以好好生活，好好赚钱，好好经营我们的事业，好好我们生活，我们维护我们的家人，安顿好，我们可以往下一步走了。下一步走的地方就是等待运气的到来，所以我们很关注国际地缘政治的局势，尤其美国大选快到了，那美中关系是世界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梗。这个梗如果说在不要再维持那种叫做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不要维持那种外表绥靖主义，里面还有很多静水深流的交易的状况，而是真正用阻吓来代替一般的友善的外交。不要再相信中国共产党讲的写的任何鬼话，放弃对中国的任何的幻想，而对中国共产党认清楚它是流氓无耻假恶丑政权，想去染指全世界，征服全世界，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而且想去征服世界的一个恶霸政权。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西方一直有一种东方主义，他觉得中共这个地方是一种文化相对的特殊的地方，我们要尊重。其实不是。如果把抗中优于抗俄，终结俄乌战争，然后对中共呢有更深刻的围堵，你相信刚刚你说的那些民族，从香港再到那个藏人，到维吾尔，到南蒙古，甚至到中国外面的台湾，我们会受到美国更大的支持帮助，甚至在地缘政治里面发挥更重要的角色。那全世界的情况会焕然一新的全球抗中。那最近你看到，那比方说川普候选人，他也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讲人民币结算，美国就会加你100%的关税。如果你要打台湾，我们就要轰炸北京。用这个地方不是真的要做，是阻吓的力量，甚至60%的关税，宣告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等等，这些是清晰明朗的一个政策。
那我希望美国两党都有同样的情况，无论谁执政，都能够对于中国共产党认清它的本质。那唯有认清它的本质，才能够加速它的里面的fragmentation， 就是他们的分解，跟刚刚说的分离、民变、政变、外力4个地方环节的一个奏合。那现在是他们最怕的事情，非常怕的事情。他把香港打下去，是因为他怕这4个东西，他打不死的，因为他打香港，4个元素还是继续存在。因为这4个元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共政权的作恶跟存在的本身。所以我相信呢，未来在更长远的道路，要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比方说你问我跟阁下，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到美国选谁吗？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吗？有时候真的要等运气，要等一个时运的到来。那我们到那个时候把握得了那个时刻，关键的时刻来做关键的行为跟言论是重点。所以大家都要保持身体健康跟坚强的意志，还有辨识到关键时刻的到来，来做应该做的事。那么你昨天在研讨会上说，我们的运动方向应该从防守的姿态转向进攻，稍微的转向进攻。那么可不可以具体的说说这个该怎么样稍微的进攻？我昨天说的防守的，包括你刚刚办活动啦，或者说那个市集啦，语言班啦，共融的团体啊，比方说政策上面的倡议啊，或者说一些紧急援助、媒体工作，这些我们都是保存的东西，就是防守。转向进攻或者讲转向积极，这个地方是要针对一个重点是，你想想看，要解决香港的困局，解决藏人的困局，你想想看，我们光是要去处理内部团体的一个情况是足够吗？不足够吗？因为我们的炸弹都没有拆除啊，伤害我们的那个凶手或者是大的一个灾难，它都没有解决。其实我们的因都没有去解决，你的果一直都是那个果，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拆除这个因，那我们要想怎么才是最合情合理、符合人性，又能够有效、能够达成的目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我觉得要解决中共这个因，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反共嘛，有人说是灭共嘛，或者说要倒共嘛。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是不是需要我们受到那个中共打压的民族都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成一种策略性的合作跟互相的了解呢？很重要嘛。那要怎么样反共？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第一个，刚刚讲了，就是那些反渗透、反统战、反那个就是海外警察战，或者说对于家人在国内的威胁等等，这个地方是我们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不是自己内部讲的，要把情报分享给全球的社会，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他们不是对付我们这些边陲的民族，是对付全世界的各个国家，让更有能力的国家一起跟我们站在一起，对抗中共这一种硬的进攻跟渗透。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做的。第二个事情是大翻译运动，这个地方是要把真正的我们说刚刚说的用中共的术语来讲，刚刚说是大翻译运动之前就是刚刚讲那些，比方说反渗透，我们叫拔红苗，就一个红色的苗把它拔掉，就我们的社区里面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乱抓鬼，因为会影响到民族里面的离心，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来处理拔红苗。第二个事情很重要的是要叫做，我觉得是叫做参沙子啊，参沙子就是意思是说，把真的海外真实的资讯，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或其他资讯，到14亿的中国人里面，无论是
那个看到很多汉人在不同地区，他们要懂得真正的想法。那我相信主持人也知道，在中国里面也有一些很善良的人，很善良的人，也有一些作恶多端的人，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善良的人获得真实的资讯，那这个叫大翻译运动，就把海外很多优质的报道跟中国有关的资讯翻译成中文，反馈到里面去，而这个地方更有利于我们以后的推展。还有一个地方叫挖墙脚，这个墙真的是那一面墙，就是网路长城拆墙运动。这个地方是第3个我觉得很推荐的事情，拆掉那个墙，让中国的人不要再装蒜了，大家可以到外面看外面世界的一切，看到我们这个节目。那当然有部分的人翻墙，但每翻一次墙，它是冒一次法律风险，而且这个道跟魔互相斗法的时候，其实是没完没了。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方式，能够更便宜甚至免费的方式，让他们去用到外面的资讯。那另外你看得到，除了拔红苗那个掺沙子、挖墙脚之后，我们也希望说中国人要懂得说，虽然我们都推荐非暴力的行为，但任何的到了革命的时刻，一定是2个东西合在一起的，就是当你遇到那个攻击，你会防御吗？防御的时候，你要人家完全非暴力是不可想象。难道有人来捅我的时候，我只能乖乖的等他捅吗？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训练起他们自己本身能够禁用现代的一些小型而精准武器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比方说无人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听到有一些人都很希望把这个能力传授给中国的很多人，能够了解到这个也是一个他们反抗的方式。最近缅甸有内战，内战的一个重点是每一个要反抗军政府的人不是侃侃而谈而已，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拿起武器来反抗，身先士卒在前线去打仗。就算藏人在过去有一段时期，那个达赖喇嘛的自传也讲到 ，CIA 也是训练起一批人来去那个帮助他们来有武器能够反抗。但当然，达赖喇嘛在那个反抗过程之后，他也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去面对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认为所有的喜与怒喜与哀，开心不开心，可能是一个铜板的2面嘛。那同样道理，暴力所谓的暴力是武力 ，forceful means 武力跟非武力也是一个铜板的2面，就看你哪个时候用。你不可能不用刀来切菜嘛，你也不可能不生火来加热食物嘛。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了解，那个不要想东西想得那么绝对。东西有很多事情是有很多种不同方式来去处理的。那我们当然在平常情况下不要用暴力方式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但对于这个邪恶的打压者，我们希望那个能够鼓励更多的人要了解，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空做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那我们努力的重点是 anti-CCP， 同时联合各国的力量。所以如果美中关系那个有突破性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刚刚说的几个东西。当美中关系是要谈判，是要那个加酒，那这个情况就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推展。但我觉得无论美中关系怎么做，这一种的想法跟宏愿还是会存在。那多争一点，快得到一点，当然是在美中关系比较恶劣的情况才好。所以美中关系越恶劣，对于那个我们争取独立、民主、自由更有利；美中关系越融洽，是对我们更危险。那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整体的思维的认识。藏人行政中央目前所秉持的这个政策呢，是中间道路政策。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政策的？谢谢。那我知道是在流亡藏人社会里面，经过达赖喇嘛的一个提倡，
也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共识。那我也听到有些同道们都讲到，那个中间道路未必是一个终点站，但有些同道就说，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跟中国谈判就拿中间道路出来谈判。各位，中间道路，我觉得说是建基于一个基本的路线是，还是认为是主权上中国拥有西藏这个全境，只是西藏拥有真正的自治，这个是中间道路。这个中间道路可能发生在那个独裁的中国，也可能发生在民主的中国。但我先讲独裁中国，如果独裁中国，你愿意跟他去谈中间道路，未免第一个你是相信中共为前提来去谈中间道路，那这个地方会重回1951年的17条协议的情境，重回到1980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情境，就是一个错误的相信，就中共的本质不变，它是不可信的。那我是体会到这个地方是不可相信。你看达赖喇嘛的自传，有一段讲到他当年在50年代跟毛泽东的对话，那毛泽东都已经暗地里的告诉他说，他对于那个宗教是完全觉得要打压的，那吓了他一跳。那这个地方其实大家了解，这个不是毛泽东这个人的问题而已，他当然这个我觉得有极大问题，是整个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如此。他有宽松的时候，比方邓小平的初期，胡耀邦对于那个西藏还是比较宽松的，但那个宽松只是说他自己觉得国家要那个拼经济，他不希望西藏成为他的负累，所以他放松一点，所以完全都是为共产党他的本身的千秋万世的霸业来发展。当他现在有钱了，口袋摸一摸深了，就会对西藏去染指。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注意的是，对于西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我会看中间道路怎么看。如果是对于民主中国，可不可以开出个中间道路呢？我记得在台湾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不民主，统一不可能；中国民主了，统一不必要。那我认为说到时候真的要不要走那个中间道路？如果这个大一统的民主中国还是沿用着一种天下主义，就是觉得全世界的民族就是我是 Middle Kingdom， 我是中间的，我是最大的，就是那种民族的那个优越感还是存在的话，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的是一个启蒙了，而且是能够允许地方分治的一个中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探索一个中间道路。但如果没有，还是一个大一统的民主中国，我觉得中间道路，我觉得说你是建基于对于谁汉人的那一种文化毒素、文化糟粕的一个相信，我觉得是很难。但独立呢，也是难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讲很容易，但是要做时间表、路线图怎么去实现也是难。但这个理念是好，那我们逐步怎么务实的走到那个目标很重要。所以你问我说，中间道路会不会成为一个走到那个独立道路的其中一个策略性的目标？有可能，但我不会把中间道路视为一种本质性、永恒的存在，也没有。就算佛教的教义，没有一个策略是永恒正确的。我觉得达赖喇嘛基于当时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是，你要了解是当时中共对西藏的打压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情况。如果达赖喇嘛不讲中间道路，你想想看，只会有更多的藏人会牺牲流血。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讲那个地方有时空背景的，就不能够完全把它抛开的。到现在，我觉得当然你说在中共要的死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一定要去鼓励藏人去反抗？我们也没有这个道义基础，因为我们在外面呢，牺牲的是可能他们，不是我们嘛。那他们要怎么做，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情势的大的改变的时候，
达赖喇嘛提倡这个中间道路，是避免更多的生命被中共杀死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把中间道路视为一种叫做永恒的一种正确的方法，也没有，我觉得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藏人团体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自主的财源，去支援自己的政府、媒体、NGO， 能够让他们成长起来。藏人在全世界其实能够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企业家的集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看历史上这么多的情况，除非你看非洲啦，那其他的地方你要真的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明的力量，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好的中产阶级。那这个阶级如果越壮大的话，他也能够供养或者捐助这个政府的话，就好像在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强烈的那个中产阶级的产生。那我觉得这个以后形成的整个政府就比较平衡，就不会说你只是对有钱人有利，也对穷人不利，不会，它会比较平衡，而且比较能够协商妥协，而这个地方才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健全社会应该有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对待集权的中国，我们希望能够那个了解到，要借东风，要了解国际情势的变化，不能急躁的进行。那我们等待时间，我们可能要设定很多的不同的情境，去做那个策略性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当然是等于是台湾叫兵推了，兵棋推演，就做不同性的安排，同时要找出1到2个核心的领域，彼此能够合作，把一些资讯好好交流。我觉得这些是现在当务之急了，希望可以以后可以推进。那么近年来呢，就中共呢，透过各种方式和手段，那试图将西藏的那个英文名称 Tibet 改成汉语拼音西藏。对，你觉得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会成功吗？这是当然是荒谬的。他们现在英语课本都不叫 English， 他们叫英语 YINGYU 哈。你觉得全世界的英文人都会觉得我们是 We speak 英语吗？就不会这样说嘛所以这个不会成功的。西藏也好，吐蕃也好 ，Tibet 就是 Tibet， 他要把它改成西藏，只是目的是要把它所谓的宗教中国化。而这个地方不只是对于宗教而言，它现在连北京车站都不叫 Beijing Station， 它叫北京车站就用这个方式来把它拼出来，就等于说他这样以为彰显民族自信，这是贻笑天下，贻笑全世界。因为你这样的写法，全世界觉得说你只是把你自己的那一套干瘪的语言改成注音来套在人家的头上，但人家有自己的名字，难道你每一次都不讲 America， 你叫美国吗？你不叫 Canada， 你叫加拿大吗？不会吗？你叫加拿大吗？你会这样翻译成加拿大去做 Canada 吗？不会吗？所以我可以看得到，你怎么改也没有用。他试着挑软的捏，他不会这样子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的名字，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改西藏的名字。他用这个方式来改香港的名字，以后不叫 Hong Kong 他们叫香港一样。他们现在开始了，那用这个方式来说，这个是属于我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潜移默化几十年，把一个谎言讲100遍、1000遍、10000遍，之后成为大家内化，成为自己部分。西藏就是西藏一定是中国一部分用这个方式来去自我去自吹自擂，自我去享受自己的谎言的果实结果只是一场空了。我相信这么多的流亡的藏人，或者活在藏区的，就无论是康巴、安多、卫藏的藏人，他们都不会认为说我们叫做西藏那个是 Tibet is Tibet。那当然在中文来讲，我是欢迎吐蕃或者西藏的说法，但是你用英文来写那个西藏这个是超过了。而且
你觉得英国人、美国人、纽西兰人、澳洲人，还有加拿大人会跟你这样的一个写法吗？这个是愚不可及嘛。你看最近那个美国通过的法案叫 Resolve Tibet Act 啊，就是这个是解决西藏问题的Tibet 不会说西藏，你怎么改是自己自嗨用的，那对于那个英语世界是起零作用，所以大家不用害怕。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共就近几年的这个政策呢，偏向将西藏完全这个汉化或者说中国化，他要把藏传佛教中国化，也要把藏人儿童送进那个只教授汉语的寄宿制学校。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情况？就是对学校跟寺院的渗透？对于宗教跟教育的渗透跟改造啊，是很严重啊。那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各个在被中共打压的民族都遇到的问题的。在东突，中国叫西疆嘛，就西域嘛，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那我看到藏人面对的不只是自己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或者环境保护的那种安全都没有办法兼顾，甚至他连的教育，就小孩子的教育没有藏语了啊，而且甚至有很多毒素觉得说就是天大地大，天高地厚都是共产党最大，习近平最大，习近平是优于一切东西，所有的那些佛啊东西都是在下面的。因为共产党一开始他是毫不讳言的要废除宗教的，共产党宣言从第一天就是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一开始觉得说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毒药，跟毒品没有分别的，他们只是废除的手段、时间有不同的地方，对你可能说长个黑脸、白脸、红脸、黑脸有不一样的时间，但结果他们还是心里面还是要废除的。所以你看到他现在动大刀大枪，因为他以为吃的西藏死死的。那你看香港也一样啊，香港现在越来越多人不讲粤语了，越讲普通话。那你看到很多新界的学校都是开始有这个洗版的局面，学生一放学，他们都是讲普通话，上课都讲普通话，课本的书都要完全改过，他们叫做公经社科、公民经济及社会课，基本上是国民教育课，都讲习近平思想，都讲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将西藏、新疆、香港都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用各种的理由把它套进来。各位，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自古以来是没有的，它是1911年梁启超创立。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创立，当时孙文还讲说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思怎么样？鞑虏满族人不是中华民族。好了，他夺权之后，要吃人家的土地，要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五族共和嘛。那这个方式是被创造出来的概念，什么56个民族都是一个拼盘的概念。如果你这个拼盘，你可以跟全世界几百几千个民族一起拼，就人类民主也可以。所以这种划分都是为了集权者的便利统治所产生的概念。那香港教育已经有这个情况，我看到那个藏区这个西藏也有同样的情况。那可信在达兰萨拉可以有自己的教育。我这几天住的那个旅馆旁边就是一个 nunnery， 就是一个看到很多下午的时候然后僧人去答辩辩经那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活泼。早上我看到他们拿着一本经书来看，这个就是一个藏传佛教应该有的教育吗？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吗？那在中国有吗？没有啊，你只能秘密的做，被发觉得到，可能也会把你那个揪出来去问讯，不给你离开你的寺院，甚至不给你饭吃这个是教育。那宗教要中国化，都要贴上那个习近平的像，在任何地方高举一个国旗，然后所有经书都要删减，要把所有的经书都要改变。比方说，对于那个东突可南经，那个伊斯兰教，他们都已经改得乱七八糟。
他们那个寺庙上面的那些有关的吊饰、新月等等都要把它拿掉。同样的，你看到在中国里面，你看到在拉萨很多的寺庙，那个布达拉宫、那个大昭、小昭，基本上都已经被改造的面目全非。那很多的以前的文化的文明的古迹都已经被摧毁，可惜还有达兰萨拉这个地方，那能够保存有主湾的文化。香港正在受到持续性的影响，当然幅度没有在像藏人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看得到开始了，也看得到藏人受的苦难。所以这一些年来港人很多看得到是藏人受的苦难，现在在自己身上发生，也更同情、更同理、更想跟藏人走在一起，能够共同反对这个共产党政权。那我们的采访节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谢谢。